分林，看风雨，来分林，看风雨，动作大一点，来分林，看风雨。2019分林国际牛皮节正式开锣喽！吼吼！谢谢，好。林冠呐，一直为9月28到11月11月初10拢总有将近超过100场拢要伫咱婚林馆来来共享盛举，互真侪乡亲对咱的这个布袋戏的这个传统文化呢再度引起大家对布袋戏的这个热情啦甚至培养更较侪爱看布袋戏出来乡亲啦这边呢。我也甲各位报告啦除了咱隔壁咱的这个故事馆嘛用12生肖这样的一个文化，要来互咱真侪无共款这个新上的在乡亲好朋友嘛借着这个机会呢甲咱做伙来游街啦所以呢，咱应该是10月初10迄下晡呢我们就开始游街。那不只是我们所有布袋戏大师。包括我们 cosplay 还有通车秀那甚至有青年艺术家呢嘛来啦过来呢，咱这边邀请3个国家，包括咱的日本、韩国、俄罗斯拢总来参与这边非常隆重的这个偶戏节。咱10月初10呢，嘛伫咱这个拜五街啦咱拜五街夜市要来开幕典礼。这个开幕典礼呢，用一种非常梦幻的音乐季音乐这个响宴呢，要来跟大家。确实，云林在这个就是布袋戏的植根计划，也是在文化部在全台湾是第1名。那所以今年的国际偶戏节非常不一样，除了呢，我们今年会把这个就是偶戏节的金长奖当成这个台湾的这个3金，像金曲、金马、金钟这样子，非常慎重来做一个颁奖典礼，在10月13号，文化处的表演厅。那我们会以这样的高规格方式，让我们所有在今年就是获得大金奖、小金奖的这个就是超偶师，能够有一个就是特别的尊荣。那同时呢，今年很特别的，也邀请了7个县市的首长，在10月10号国庆日这一天，在云林的这个虎尾布袋戏馆这边会开始做这个踩街的动作。那延续的就是6点的这个布袋戏的魔幻音乐会，这个也是今年首度，我们把布袋戏的 IP， 然后结合音乐娱乐，希望用一个最新的一个世代的方式跟大家来对话，那来推广这个布袋戏的传。感谢咱文化处各位真拍拼，感谢。你敢若感谢伊，无感谢大家吧？感谢大家支持，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圆满过着五喜节，多谢各位。2019，云林国际五喜节已经开锣了。